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恁在所听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的单元是彩色人生。听众朋友会记得以前伫节目中间有邀请一个来宾，来当真耶稣教会阿国姐来咱节目中间，甲咱见证伊信主的恩典，甲伊一边这目睭应该是爱达到一个青明的地步啊，但是一直到最后一直靠神，所以神将伊甲伊医治好。今日伊有愿要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因咱知影讲阿国姐自从信耶稣了后，伊一直感觉讲神的恩典伫伊身上真济，像圣经内面一句话安尼讲，咱白白得来，啊，就白白啊来舍去。既然这样好的这个福音，所以愿望就是要甲大家做来分享。所以有一句话安尼讲啦，讲有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福音是将比物件搁较价值来宝贝。所以阿国姐呢，无时无刻拢毋望咱亲爱听众朋友会当甲伊来分享耶稣基督恩典，来当伫这个生命中间呢，来挖靠天天的精神，更较重要就是这个灵魂的救恩。所以咱等一下呢，特别来请阿国姐啊，来见证伊最近来带领伊一个亲戚，伊伫信主的这个过程，伫这个生命中间，他来得到主要所这个生命恩典、灵魂的救恩。阿国姐已经伫我下边啊。咱请阿国姐甲咱大家亲爱的听众朋友来拍一下招呼一下。主持人你好，你对啊平安。是。咱厝边隔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真欢喜咱搁伫空中见面哈。等一个阿国姐啊，毋知要甲咱分享啥物见证。即摆我就是讲，我信耶稣得平安吼，所以我真正希望讲我的亲戚朋友，厝边隔壁拢会当吼，甲我共款得恩典。那我有这个理念吼，所以我有当时亲戚朋友若有困难的事，第一项我甲因讲，恁来信耶稣啦。所以我真侪在厝边隔壁吼，因拢知影我讲拜六要去教会啊，吼，所以我咧做生意，拜六因知影，因拜五会甲我买香薰等于，后面仔载你无卖啊，吼，安尼。我有一个大姐，就是住伫台北龙州。我那大姐真疼我，伊虽然年纪甲我差真远吼，伊上大我上细，差几岁哈？差16岁，所以讲足疼我我若去北部一定会去甲看看。那我伫民国88年8月吼，将近70迄个时阵吼，我去看我的大姐。那我去看我大姐前一天吼，就是主要所的这个恩典吼，差不多就伫遐开始吼，要来送互遐一位叫做戴文胜。这个戴文胜吼，就是阮大姐夫的小弟的囝。所以伊照讲，伊嘛叫我阿姨。但是呢，因为伊甲阮大姐夫甲因弟弟并无住做伙，所以这个囡仔呢，为细汉甲大汉，我是毋是捌看过伊吼？我无啥印象。那这个囡仔吼，今年应该讲是27岁，旧年是26岁吼。那这个囡仔真特殊，会使讲一个青年才俊，真乖，佫生做真水。那这个囡仔有一个甲人真无共款的所在，就是自细汉足有爱心。伊毋捌互妈妈讲安尼，讲这个囡仔读册啦，是啥好操心。伊就甲伊的迄个铺满吼，安尼欠钱欠，伊讲做猪公饲甲饱吼。国中的囡仔伊就要甲迄送去这个养老院。伊即摆吼，搁再饲一只猪公，搁饲饱吼，伊就会当搁送去慈善机构啊。那到伊读册时呢，学业呢，原来足好。到26岁时吼，当然我无甲伊住做伙吼。伊这个过程是讲26岁时，伊已经吼去美国留学转来，搁修完硕士。即摆吼，伊若照讲，迄句开始搁修博士的学位啊。伊是读叨一科？伊所读的是真正热门的，就是这个商业电脑设计。安尼啊。那这个囡仔吼，顾读册，
哦啊，搁再安尼真有爱心，啊妈妈哦拢毋免让妈妈操心。但是做兵的时间，因为出国留学，所以伊得完掉。啊，甲伊伫即个学业拢差不多讲安尼告一段落吼，伊就开始应该爱去尽即个国民的义务，要去做兵。那伫要做兵以前呢，伊有一个毛病，就是伊的喙齿定会破空，啊破空拢共一个所在，即个破空好了，搁再开始，搁再破。安尼啊，啊医生甲看药啊好食，这个时间拖了将近差不多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伊去做兵的时，这个军医甲检查，伊讲嘿，你这个毋是一般的，这个喙齿破空，你要赶紧去大病院做检查哦。你这个不够乐观。啊，去到大病院一个检查落去，伊讲伊的致癌已经是第2期啊。哦，致癌。听一个嘿，因妈妈甲因厝的人真正讲。晴天霹雳，晴天霹雳，敢若讲世界末日啊！这个囡仔足乖，啊，佫真水哦，啊，佫再安尼，再来读册，嘿，学习安尼才好。佫去外国读这个硕士回来哈。有，我知伊去外国留学，但是硕士伫咱台湾收的啊，啥我是较。哦，是，那这个了啊，医生讲叫伊爱随开刀，但是开刀的这个效果又甲讲，就是讲，即摆甲你开刀了吼，你从今以后就袂当讲话啊。安尼啊，搁一项就是讲会流喙烂，足歹看。啊，这个囡仔足水的，伊迄完美主义的，听着安尼吼，啊，各位妈妈嘛感觉讲，读遐济册，拢也未发挥着，也未讲话，哦，安尼实在吼足毋甘的。啊，搁再伊直流喙烂，嘛足歹看。但是医生吼，甲伊安慰讲，这个流喙烂可能电疗吼会改善安尼啦，但是好的成数吼讲差不多有50%安尼啦。啊，这个妈妈听了，就大家做家庭会议吼，了伊决定无爱开刀，因为因捌听人讲这个肿瘤吼，开刀了若甲第2期的吼，接近末期啊吼，情形大概无够好，所以就食避风，食这种活菌。啊，这个活菌一个月食爱食偌济？爱食5万块。哦，所以伊4个月活菌吼，要20万。这个妈妈为着疼囝吼，嘛买来互食。那伊这个中间呢？开始就是舌癌一直到淋巴腺吼，已经种起来。那伊活菌食了有改善，有头有改善，但是呢，到尾也严重吼，佮为正手边佮爆一粒肿瘤出来，佮较严重，差不多有咱迄个鹅仔卵较大粒。安尼开始吼，就进入去这个病痛中间啊。伊暗时不困吼，袂当倒去困。听落实在足心疼的，差不多我看去年8月遐看到，伊讲差有6个月的时间吼，毋捌喙毋捌补过物件，因为迄肿瘤症吼，舌癌，所以伊的牙后吼，差不多剩一孔比迄吸管较大孔安尼。安尼医生甲伊插一个管吼，甲伊灌迄个流质的物件，互伊吸收互伊食。这个囡仔则乖吼，所以我大姐查某囝吼，因就算堂姐弟安尼吼。伊讲吼，弟弟遐尼可怜吼，阮姨迄久目睭疼甲吼，医生嘛讲无效，无吼，你就是去信耶稣安尼啦。其实以前就有信啦，伊是信天主教。那为什么伊会去信天主教呢？因为这个囡仔戴文胜吼，伊读大学时伊就看过圣经，伊看圣经伊讲人吼，世间短短几年结束了吼，咱人这个原罪耶稣保护施洗了。才会当得到洁净，安尼以后灵魂才会得救。所以你想讲，我伫世间有学遮济这个才能吼，我的人生也未发挥到。我若安尼离开世间，搁去地狱，实在吼不合算。所以伊赶紧的甲伊妈妈讲，伊要信耶稣。这个妈妈从来毋捌听过耶稣的道理，是，所以伊嘛听无。因为久伊已经袂当讲话啊，妈妈嘛气，伊嘛气，因为安尼的妈妈就摕一张纸互写。这个妈妈有一个朋友信天主教，姓姨，伊就甲写一个姨阿姨安尼。这个妈妈就较紧叫迄个阿姨来，这个阿姨就甲伊介绍，叫天主教的神父修女吼，来见证道理互听。这天主教嘛真有爱心，甲伊唱诗，所以伊久安尼就敢若感觉讲伊精神上有较快活。
但是到尾啊，伊感觉讲伊的即个身体敢若一天一天吼，一直不如以前安尼吼，体力嘛一直无啊，所爱吼，对喙齿愈艰苦，伊规身躯都足艰苦安尼。啊，阮去的是听到即个消息，我较紧甲阮先生吼，就去请伊住伫泸州。你算去较看才知影听到即个代志。嘿嘿，所以讲亲情是一个冤亲，因为伊是阮大姐夫的弟弟，啊，因无带做伙，所以若你啥物喜事的时啦吼，大家去走见一个面安尼啦吼，都无讲像咱厝边隔壁遐尼亲切安尼遐尼，礼拜拢见面。嘿，定定见面安尼吼，啊，因为安尼呢，我较紧的吼。甲讲，我讲，你若是要信耶稣，爱赶紧吼，爱信互着吼，爱领受正统的即个洗礼吼，大水洗礼啊，爱得圣灵，安尼才会得救。啊，即个囡仔真巧，伊一个听伊听有，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啊，我都信天主教啊，因对我足好诶，足有爱心诶吼，啊，足歹势安尼。即个我伫遐了，第二天我就必须爱赶转来台东啊吼。我迄边就是去看我一个细汉囝，伊都做兵退伍吼，啊伊讲要去即个淡水啦，吼，要去遐先去找一个临时工去做迄个捷运的修复安尼吼。啊囡仔出外，我第一项重要就是讲信仰爱顾好，所以我就去淡水教会遐请遐个传道吼。有这人甲阮关心者安尼吼，啊，我相信这就是讲一个人的这个灵魂得救，必须爱伊吼决心要信耶稣，啊嘛是耶稣的恩典临到，安排这个机会，我去看我迄个细汉囝吼，啊，再会去阮大姐遐，啊，才知影这件代志。那安尼了，阮转来呢吼，我就甲泸州教会请因讲吼，你去甲阮看卖吼，这是阮的亲情，啊，遮可怜的吼，啊，主要就是讲吼。较紧的吼，灵魂会当得救上重要安尼。啊，转来了，阮第一遍去因迄个姐姐，有一个姐姐吼，啊，我直接甲伊的名介绍，伊叫做戴淑慧。迄个姐姐是足疼即个弟弟的，伊迄久啊，迄癌细胞扩散了吼，伊无法度倒，所以即个姐姐就是一天24小时安尼伫遐吼。当然有啦，有当时啊会当困一下吼，啊休困一下，安尼伊就陪弟弟吼。伫遐甲伊做休困，啊爱甲伊做按摩，啊我相信啦，即个按摩是一种诶吼，会当讲心理安慰，其实就是迄个亲情，伫伊身躯边，互伊感觉讲安尼，即个姐姐伫遮甲我关心，互伊较好过安尼，无伊就是无法度好倒诶，爱定坐咧安尼吼，啊规身躯若迄癌细胞咧，甲伊侵蚀诶时，就是讲安尼吼，敢若占你位足艰苦诶，啊即个姐姐吼，阮去诶时，领阮看诶安尼咧。啊嘛无，敢若无相捌安尼啦。啊，我想讲，即个厝诶有一个病人吼，咱拢爱足共安尼，家关心诶，我也无感觉啥。啊，转来了吼，即个姐姐忽然间打电话我，伊讲阿姨，我讲啊，这啥个声我也袂认诶，我是淑慧啦。啊，你会当过来遮看阮弟弟无？啊，甲阮讲较清楚诶，要安怎信耶稣？哦，我安尼听一个足欢喜诶。是。所以安尼，阮先生也动作比我较紧，嘿，我较慢性。安尼啊，阮先生较紧诶，飞机坐诶，阮就去啊。啊，去诶时吼，即等听众朋友吼，我甲恁讲一样代志。信耶稣是一个足好诶代志，所以咱诶灵魂吼，神要甲咱竞选，但是有当时也嘛有阻挡，有一寡边仔诶吼，亲戚朋友会甲你阻挡。你信耶稣毋好啦，敢一定爱去信耶稣，实在信耶稣足好诶。但是有当时啊，就是会阻挡。我遮为虾米特别强调即句话？就是讲，阮最台东甲阮先生专工坐飞机吼，到台北。啊，伫即个进前差不多前一天吼，啊，搁到台北诶前1点钟，我就甲即个戴淑慧联络了，互咱做伙来教会，来参加聚会，你听耶稣道理听较清楚，啊，互恁搁较有把握诶吼，感觉信耶稣绝对是有保障安尼。但是阮到台北即个云仔尾教会时，到位无看到即个戴淑慧，伊直到阮聚会吼，得要到11点也无看，哦，我心肝足失望诶。伊叫阮来呢吼，啊，阮搁专工坐飞机来，飞过来了，结果无看到伊来。伫迄个时阵，我嘛讲主耶稣看你安怎带领，阮就做伙聚会煞跪落祈祷。但是你祈祷时，我感觉边仔有人甲我塞一个，所以我就
让伊围一个安尼就做伙祈祷，祈祷了爬起来看，师傅，啊你哪遮晚来？伊讲哦，我传好要来，但是阮两个朋友拢毋带我来，因为因朋友开车要甲载。头我讲好，尾仔讲毋甲载。佮另外一个又佮讲吼，你莫去啦。哎呀，无一定爱去教会啦。但是伊认为讲我甲人约好也袂使安尼，所以就来。那么伫迄个下昼呢，阮就做伙伫教会食饭，然后呢，较紧的用素食的方法吼，甲即个信耶稣吼上重要过程，爱顺利受洗必然得救吼，即个问题甲讲互听，啊，佮爱得圣灵吼，得圣灵是以后要天国凭据，安尼甲讲，啊，即个安尼真正欣赏即个圣灵，所以伊迄个下昼就做伙吼，甲阮伫教会食饭，然后2点开始，佮甲阮伫婚仔尾教会聚会。那聚会煞伫祈祷的时，我就发觉讲，无共哦，伊改成得到圣灵，啊，真正即个姐姐吼带师傅就得到圣灵。我讲无搁请团队，咱做伙来祈祷吼，甲你证实一下。结果团队讲，哇，得圣灵，而且吼灵言搁讲甲吼足水的，足好听的安尼吼。这得圣灵就是讲，主要所有灵在伫咱的身上的时阵，咱的迄个指头。本来咧念下咧了，咱们这所时会跳动、会滚动，啊，家己足清楚的，有一个力量吼，咧祈祷安尼吼，带领咱祈祷。啊，这个团队嘛看会出来吼，我边仔人嘛看会出来，讲啊，你得圣灵，伊家己嘛更加会当体验伊是得圣灵。对对，啊了伊我讲啊，你得圣灵啥物感觉？伊讲啊，阮弟弟破病了吼，到即阵啊为止吼，我心肝吼足像是咧石头块掉，足艰苦。那么我得圣灵迄个时阵吼。就是讲我咧祈祷，但是我发觉吼，我头前拢规片拢安尼足光的安尼，啊，我想讲哪会安尼？所以伫想的时，我的喙齿就开始跳动，啊，开始吼，我就是像即摆安尼，哦，伊嘛也袂晓安怎做得圣灵，所以我讲耶稣的听势足大的，这从来毋捌吼看过圣灵，嘛毋捌听过道理的吼，伊为着讲听这个弟弟吼，啊来教会听道理，伊安尼就得圣灵。所以这个姐姐开始就足有信心啊！我呢久仔就联络这个婚仔尾教会吼，讲啊有时间去甲伊看安尼。过来第3遍吼，如果请阮去，就是讲因这弟弟足严重啊，是有啥物方法互伊较袂艰苦无？阮就去甲看，啊讲有一个方法就是祈祷。那么我伫遐就甲伊讲，我讲咱人一世人吼，伫圣经内底神拢有甲咱定一个年限吼。啊，所以讲，咱若是即个年限也未到吼，你若破病祈祷，耶稣甲你医治。但是时间若到吼，就是讲结束即个人生的旅程吼，一个足重要，就是灵魂得救吼。你即个弟弟若是讲信耶稣会当伊即个疾癌会当得到医治，这是真理，耶稣大的恩典。啊，若是无吼，就是爱伊的时间到吼，即个灵魂得救上重要。所以我必须爱甲即个讲吼，安尼讲互伊听，啊，因嘛真欢喜来接受。那即个妈妈吼，甲即个弟弟迄句啊开始吼，就认为讲安尼好要来接受真耶稣教的道理。啊，毋过吼，因嘛是抑搁伫遐三心两意。那么上大的改变就是当时就是9月2日吼，咱知影咱台湾有发生一个安尼真大的代志，就是921大地震。那伫迄个921大地震的隔面仔载吼，即个戴文胜就为成功病医退院倒去厝的，因为医生讲伊毋做放射治疗吼，我爱互伊住院。啊，伊要放射治疗实在无法度啊，因为伊迄个瘤已经裂开，是，佫会流血。我冇看到相片吼，就是咱厝边隔壁的遮听众朋友吼，无看到，实在足可怜的。迄个囡仔是足水的囡仔，但是破病了，伊的手骨吼，那敢若得皮啊。安尼真正讲皮包骨吼，啊人佫艰苦，也袂当倒困，也袂当食物件安尼。所以伊迄句啊吼，伊有一个足大的决心吼，就是讲要退院转去厝，再佫看安怎吼，后续的问题再佫来拍算安尼。那我第一项呢，就是讲较紧的吼，请婚仔尾教会、甲泸州教会信者去甲看。那伫9月22迄一天吼，就是差不多8点以后，那婚仔尾教会我兄弟姊妹团队，大家足有爱心的，就去甲看。
啊，看迄个时阵拢轮起停电吼，拢无电，又搁热又搁暗。啊，伫迄个时阵，大家吼为了讲咱来帮助戴文胜祈祷啦。啊，要祈祷的时，这个囡仔也无啥爱去参加祈祷，因为伊本来是接受天主教的吼，因为这个祈祷方法无共，但是总是这个囡仔足有礼貌的，礼貌上伊嘛是讲啊，大家做伙祈祷安尼。那祈祷一下是因妈妈发觉讲毋对咧。那会爬起遐伫咧行安尼啦，所以这个妈妈就目睭甲看嘛，讲这个囡仔伊的手吼，差不多将近4个月毋捌举管，因为伊迄个淋巴腺哦，拢已经看迄个癌细胞，所以伊的手嘛袂叮当。但是看伊的手那举位头壳面顶去，举甲直直吼。这张相片我冇。相片嘿对对，咱的主持人也有看过哦。所以这个妈妈讲，有神，伊我感觉讲有神安尼。了啊讲。啊，这个囡仔喙齿已经真久毋捌叮当啊，因为迄致癌吼，喙齿拢顶去。是啊。但是听到伊噜开始喙齿有咧叮当的声。圣灵。得圣灵。是。所以大家祈祷刷时呢。这个妈妈第一句话讲有神，真诶所教的有神。感谢主。安尼了呢吼，伊就敢问，伊就开始写，伊讲伊甲耶稣吼讲话过啊，干那写安尼讲伊甲耶稣讲话，啊详细吼跩资料拢刻伫咱云南尾教会遐。因拢有甲保存起来吼，为用电脑拍，伊拢拍电脑，啊为拢用写，因为到尾啊遐拢袂当讲话。是。那了啊呢，伊就对教会跩去甲看足亲切的。对，其中有一个做秀兰阿姨吼，伊是乌骹病来信耶稣，乌骹病足严重，医生讲要甲锯掉啊。伊的妈妈讲，这查某囡仔这支骹甲锯掉着，人讲规世人乌有去。所以尾也听人讲信耶稣会好。是。来靠祈祷信耶稣，哇！这个小孩阿姨偌水咧，人又水，还佫有信心，所以就入甲看。哦，伊足亲切咧，就甲伊摸咧安尼，讲完全就改变啊安尼。了啊呢，这个妈妈讲奇怪咧，伊得圣灵，我是安怎无得圣灵？我嘛足爱。耶稣你安排足奇妙。这个泸州教会吼，对尾也去，去了伊讲，哦，原来你是出院啊哦，因为我吼。想讲甲讲了无好势啊啥，我嘛毋知，应该我甲讲伊出院啊，结果因为病院去，病院甲讲，这戴文胜已经退院转去厝诶啊，所以因就对后壁赶，所以这教会兄弟姊妹足有爱心，爱心吼。迄句啊安尼规路拢停电足暗，佫足热诶呢。去了伊讲，阮总袂当讲安尼来，也无做工就转去，无咱佫来祈祷一遍，所以第2遍佫做祈祷，祈祷了，这个妈妈吼就得圣灵啊。哦，感谢。这个戴妈妈吼得圣灵，所以伊得圣灵了，伊嘛得咧讲有神，确实有神。这个戴妈妈以前吼拢毋捌听过耶稣的道理，所以因厝的人拢毋知影。所以这项吼，我会当讲，我做伊的一个亲情的一种的实质啦。哦，以前拄着也无讲，赶紧甲耶稣的道理介绍互伊。那这边安尼了，伊就讲哦，安尼真正有神。这个戴文胜吼，伊本身伊安尼体验了，伊就知影讲安尼吼，我爱赶紧洗礼，所以伊得较紧要求教会要甲伊洗礼。咱教会一年本来是固定2遍灵恩报道会了吼，再来办这个洗礼。迄遍是特别甲洗礼。哦，特别。所以伫9月28就该带去咱台北外乡溪迄个所在洗礼。这个洗礼，咱教会传道负责人嘛，足有信心，爱足勇敢的。因为伊插一个皮管，迄个皮插迄个管差不多将近2尺，吼。搁再伊迄个瘤已经裂开吼，佫会流血，佫有安尼敢若老人吼。要带去洗礼，爱真大的勇气。但是最后所的能力同在，真勇敢就甲带去洗礼。要洗礼是讲大家爱祈祷。所以这个戴文胜的姐姐吼，7点打电话给我，阿姨，阮戴文胜即马要来洗礼啊，你爱斗帮助祈祷。我心肝底想讲，咱教会你洗礼毋捌有遮早的咧，但是我也无敢问啦，我讲好，安尼了电话挂了，我就开始祈祷吼。那到迄暗的时，伊就甲我讲，因姐姐打电话讲洗礼一切拢足顺遂的吼，所以拢有翕相。我即摆身躯边有一份伊洗礼为头到尾的这个相片吼。我讲恁洗礼哪会7点就去洗礼？伊讲本来是10点到11点，但是戴文胜讲袂使。我知影讲信耶稣会当得永生，但是上需要就是讲爱洗礼得圣灵。我得圣灵，但是我也袂洗礼啊。
啊，我即关也无过吼，吼，迄袂使，所以伊一直赶要洗咧，所以伊7点吼，就讲7点就要出门，到外双溪大概将近8点遐就甲洗咧。啊，转来了呢，即个妈妈吼，足毋甘的，就是讲，即个囡仔吼，已经真正讲看是差不多伫世间的日子无偌济啊，所以有当时会哭。为虾米呢？因为即个妈妈吼，伊自即个囡仔细汉的时，看伊遐敖读册，遐爱读册，伊甲我讲的啦吼，讲伊拢去共洗衫，啊去工厂共煮饭，趁钱，互即个囡仔受完遮尔好的教育，拄要趁钱尔吼。啊，就安尼，拄着即种烦难，嘿，伊讲我实在吼，又毋甘，不甘心，啊嘛毋甘讲，伊趁钱互我另外一回事，即个囝遮尔乖吼，安尼要离开我实在吼，真正吼放袂落安尼。但是即个戴文生甲伊妈妈讲哦，妈，啊总是人生中有一个原因才离开世间嘛吼，啊你看我即马安尼艰苦吼，啊我若去天国吼，踮水啊所遐吼，足快活的，一定比即马较好啦。所以主要吼，你爱信耶稣，我甲你讲哦，你爱会记哦，你爱信耶稣，啊以后吼，你才会当天国甲我见面。所以妈妈，咱相约在天国。安尼啊，哎，甲讲，啊，这个妈妈甲即句话起心肝底吼，但是嘛足毋甘的，所以一直到10月13吼，拄啊伊洗礼。10月12的迄个暗时吼，医生甲讲即个病危通知啦。当然，真侪个病危通知，拢是安尼，大家吼帮助祈祷啦吼。啊，伊安尼家己吼，足想要讲，我若会当活我后盖吼，我要专心来去做传道。所以伊有迄种的信念吼，真侪摆拢安尼危险吼，啊来解除平安度过。但是甲伊讲，医生讲要搁甲伊颔棍挂一空，才有法度好度过安尼。那医生讲颔棍甲挂一空吼，无一定会好啦，大概是差不多3天，但是了啊，大概变做植物人。所以即个妈妈甲姐姐讲无爱，安尼了呢，迄暗啊，即个婚仔尾教会一个教务吼，李弟兄啊踮遐甲伊做伴，但是李弟兄因为隔天讲爱做工课，所以就讲文胜啊。叔叔爱来转啊吼，啊，但是佫请一个杨弟兄吼，即个文仔尾教会下任的即个总务杨弟兄，讲你来遮甲你做伴。啊，要转的时呢，大概伊拢甲伊再见挥挥手，但是即边毋是，佫踮纸写一个再见。啊，佫甲伊的镜头啊举起来比7支，啊，即个李弟兄毋知影啥物意思，但是尾啊呢，佫再比8支，所以了啊，李弟兄就转吼。啊，甲即个杨弟兄来遮甲伊做伴。那么即个尾啊，即个戴妈妈为虾米讲遐尼感动？伊讲教会人足有爱心的，真侪人足无爱讲安尼，伫迄少年囡仔，因讲迄是少年囡仔，啊住遐安尼吼，无真愿意讲去甲伊做伙，啊只有是讲伫底貌上啊，即个亲戚啥安尼甲看者。是。但是教会人就是伫遐，真无切啊！结果安尼拢伫遐全时间敢若陪伊啊，陪伊安尼，所以足感动的。那为迄个9点吼，就换即个杨弟兄甲伊踮遐做伴，啊，规暝中间就是祈祷，看伊吼艰苦，就跟大家去做伙祈祷。那到差不多4点半时，即个戴师会敲电话互我，啊，伊文胜即摆已经吼，医生讲吼足危险的安尼。我讲嘛是一项祈祷，看主耶稣安怎带领，咱毋知影吼。所以我搁跪落祈祷，啊伊那边嘛祈祷，啊我有听这个戴妈妈咧哭安尼吼。那尾后我听因讲吼，就是讲一个足大的转变。这个囡仔嘛真正看心，就是讲，伊看妈妈遐艰苦吼，真正嘛，人用一句俗语讲行袂开骹啦。但是呢，伊安尼嘛家己无法度掌握伊的性命，所以这个妈妈迄句啊吼。我认为这是主耶稣予伊一种的力量。伊讲口口人点点，目屎切切的。文胜，你真正要转去啊哈？好啦，啊你若要转去吼，你甲主耶稣的3句油较红，
哦，吼，啊，你安心啊去，你毋免烦恼妈妈。嗯，哦，我听一个目屎拢连落来，我讲这个妈妈足勇敢。足勇敢，然后吼，伊讲啊，你若是最后所甲你治疗好，你伫天国足快乐遐，你爱倒来甲妈妈讲吼。那样你毋免挂心。讲足奇妙，迄个时阵伊迄个心电图吼，甲遐仪器边仔遐看着，伊的心跳就开始一直降降，降到20了，搁甲因大家看一下吼，过来目睭就开落来，足安然安尼。拢无挣扎啊。嘿，医生讲哦，伊这若照讲吼，要离世啊足艰苦，但是看伊足安然的，伊讲嘿足特别的安尼。安尼了，这个妈妈就甲伊这个丧事拢交咱教会这个弟兄吼，你办这个丧事的礼仪吼，拢交托互伊交代伊了。然后再去通知伊的亲戚朋友。这个妈妈认为讲吼，伊既然信耶稣，我应该爱甲伊的这个丧礼吼，全部交教会去办，安尼较好。安尼了呢，因才知影讲，原来迄个二弟兄要离开的是伊比8期钟头啊，就是讲佫8点钟，所以拄啊好，伊要离开的是拄啊8点吼，讲差不多50分遐。甲伊离开世间吼，伊的心脏停止遐吼，拄啊4点超50分，所以讲拄啊正确7点至8点安尼。哦。了安尼吼，我伫遮重要要讲就是讲。一个囡仔安尼离开世间吼，这个妈妈一定足痛苦。这无论什么人吼，一个妈妈安尼看一个囝安尼吼，真正讲安尼拄啊，伫伊的这个人生上水的时吼，要离开世间，一定是足艰苦的。这个妈妈当然无例外，但是伊有一个愿望，就是讲伊得到圣灵，伊嘛知影这个囝得救啊，所以伊呢足欢喜的吼。我伫遮要甲咱做伙分享吼，就是讲。这个妈妈，伊看到伊的囝安尼离开世间了，因厝的人吼，就是毋捌听过耶稣道理的人，足痛苦，一直哭。伊一个阿姑，甲伊一个第二个阿姐，我拄则讲的吼，戴淑慧是大姐，佮有一个姐姐叫做戴淑丽。这个姐姐一直哭规工的哦，哭到讲安尼歇斯底里安尼，容貌失控安尼。这个妈妈哦想讲，这个囡仔哭到安尼，毋知要安怎办。你叫伊莫哭吼，家属全掠讲安尼，所以厝边隔壁嘛安尼讲，这个查某囡仔哭到安尼吼，足可怜的安尼。那我差不多迄暗10点以后，我敲电话互伊，伊就甲我讲，阿姨，我毋知要安怎处理，阮叔弟哭到实在失控去安尼。我迄个时阵讲安尼伊讲无你甲伊讲啦，好无？我第一样想到就是讲爱祈祷，讲主耶稣啊。一切拢在你的手中吼。那么，这个囡仔会哭到安尼，伊当然疼这个弟弟。那一定爱有一个原因吼，有一个，互伊讲感觉讲吼，安尼减少伊的伤心，安尼才会停止伊的这个哭泣安尼吼。所以我甲讲，所以你足毋甘的吼，伊讲嘿啊，我讲阿姨嘛足毋甘的呢。伊讲，阮弟弟是好人，哪会遐紧就死啦？我讲弟弟吼好人，但是伊人生的这个岁数就是到这吼，让伊挥别红尘吼，结束这个客离的生活，伊要去主耶稣遐安息啊。伊讲我无同意，阮弟弟好人，哪会遐紧就死？我讲咱人生的列车吼开始好啦，为台北站开始，弟弟的车票都到桃园站，伊爱落车，有的人到台中，有的到高雄，有的到台南，无一定。伊讲你是安怎讲？阮弟弟会得救？我无爱信，伊信耶稣几工啊尔，哪会讲会得救？我讲因为好人未得救，义人才得救。圣经内底讲因信称义吼。弟弟已经信耶稣，因信称义，所以绝对有把握会当得救。伊讲你有个会当个讲啥物互我听无？我讲弟弟伫世间足乖，若讲去地下教会混小流氓做伙，逐个人拢毋甘，主耶稣嘛足毋甘，所以拣选伊啊。伊今日吼会去主耶稣遐吼，足欢喜的。伊讲好啦，你安尼我还可以接受。但是耶稣若是真神，互我搁较正确的迄个证据我相信我会较会接受。所以一个真大神力就一暝中间发生。这个戴文胜的大兄有一个囝差不多5岁。那这个囡仔从来毋捌听过耶稣，天国拢毋捌听过。若是讲阮教会的这个囡仔都定咧听这个儿童宗教教育儿童故事听过。这个囡仔拢毋捌。这囡仔有做四开，食古锥，
伊天光的时，伊讲，我甲恁讲，我昨暝有看到叔叔安尼。伊的爸爸吼，就是戴文胜的阿兄。哈，你看到叔叔？我会当看。伊讲恁袂当看，干那我会当看。大家哇，规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就紧甲伊问，你安怎看到叔叔？伊讲我昨暝吼，把酒摕起遐，我就看到叔叔啊。叔叔吼，甲我讲，伊讲即马吼，伊无爱转来咱兜，伊要转去因兜。因兜有做天国。因甲讲，天国你有看到无？讲我干那看到因兜足水的。因兜还有一个主耶稣。主耶稣吼，甲叔叔拢住伫迄天国，因兜拢毋免点电火哦，足光哦。这个做阿嬷的，就是戴文胜的妈妈讲，哪有安尼的代志？伊讲，迄主耶稣的目睭拢会发光哦，因兜足光的，拢毋免点电火哦。叔叔甲主耶稣拢穿像我这色的衫，原来伊的身躯穿的，就是讲一只娃娃是白色的吼，拢穿这色的。囡仔袂晓色个做啥？阿嬷讲是不是白色的？讲就像我这色的，足水的哦。看一下了，叔叔就甲我讲讲即马哦，因兜伫天国，伊要转去，甲我再见。好，听一个吼，这个二姐就是戴淑丽吼，伊讲安尼真正吼，弟弟吼得救啊安尼。所以迄一天因就足欢喜的，厝边隔壁嘛感觉足奇怪。对啊，张开靠个。嘿，这地张靠甲安尼吼，遐伤心安尼。实在讲啦，是讲若讲较无爱心，就讲足惨的啦。人因兜安尼代志嘛，袂当安尼讲，实在足可怜。对对。今日大家足欢喜的，所以了后有一位就甲因做伙，甲去教会讲，这耶稣是有啥物魅力安尼？奈何当安尼改变遮济？这是甲妈妈足好的。佮本身这个戴妈妈吼，一切拢改变吼。到尾安尼，甲10月24教会甲伊办告别式，佮有一件新嘢发生吼，就是讲这个戴文胜的吼，有一个保险伊保险甲伊死的时吼，就会当领一笔钱啦。这个主办的人讲，那戴文胜的死亡证明出来吼，就会当去办安尼。所以伫拜六暗吼，因为这个10月23是拜六，10月24星期日教会要甲办这个告别仪式吼。这个保险公司这个主办的吼，伊就想讲安尼，我明仔载吼爱来去甲戴文胜因妈妈摕伊的证件吼，甲这个死亡证明爱来甲办的安尼。那伊倒落时吼，伊才发觉这样代志吼，讲足特殊的。伊讲伊看伊面床倒咧天花板吼，哪会拢变形去？亲像坐飞机吼，看落迄个云安尼震动吼。了后伊讲甲伊的大腿念看嘛，到底我即摆是真正咧做梦，讲无咧做梦咧。过来足奇怪代志发生咧。看戴文胜讲为天顶安尼吼。就伫咧云慢慢降落，佫穿一件白的长衫吼，甲因孙仔看着同款，而且吼，佫甲伊笑，甲伊挥手，佫甲看伊迄个肿瘤拢好去啊，敢若小可看着疤呢。佫尾来伊讲，伫咧云内底哪会安尼直走出来？迄啥物物件？看，伊讲佫有实的，迄毋着基督教讲的天使安尼。所以了，中朝即个情形超有2分钟就无去啊，佫恢复原来伊迄个。房间天花板迄个那天光就是伊去迄个殡仪馆吼，要找因妈妈讲要摕证件，我去参加伊的这个告别式吼，所以我第一个接到的，我甲讲，大概无啥适合吼，即句我带妈妈足艰苦的吼，我看无啥适合，边仔一人讲的就较粗安尼，你这个时阵是来遮讲迄啊，无效啦吼，我甲讲好啦你。无你较慢吼，早去甲伊办安尼。伊嘛足客气，伊讲无，我顺便要来参加伊的告别式安尼啦。是。那么咱这个告别式中间吼，传道这正道就有讲到，人死了吼，伊的灵魂去主耶稣遐。那么伫咱这个末日的时，耶稣基督佫会一变吼，带着天使长，为空中降落伫半空中，要来接咱遮伫世间信耶稣。也未离开世间的人吼，咱要安尼吼改变，成做荣耀灵体。对，伫遐半空中甲耶稣见面安尼，佫再有天使长做伙来，伊一个听伊讲，甲我昨暝看拢完全同款安尼，所以甲迄暗呢吼，即个保险公司的主办就去甲戴妈妈摕证件吼，讲办出代志，
甲即个伊所拄着的即个神业讲互因听。了后即个姐姐随敲电话甲我讲，即个戴淑慧，伊你看伊讲是毋是有实在？我讲应该是实在，为虾米呢？因为保险公司的人伊若讲要甲你安慰即个保险费会当切一半伊才有需要讲骗即个白菜话。伊无咧，雄雄伊讲嘛毋捌经历即个代志。伊讲伊是安怎昨暝呢？无随敲电话甲阮讲，就甲讲，我讲即个有一个足好的主耶稣的恩典嘿。因为妈妈若是讲摕到即笔钱，心肝会足艰苦。讲因为即个囝死才有摕到即笔钱。你即个时阵即个先生甲即个见证遮大听着看着即个神业讲互妈妈听，妈妈一定足欢喜的，对无？伊讲嘿啊，我妈妈讲安尼足大的安慰，所以我讲即个就是安尼啦。大一只我要甲咱听众朋友讲一个上安尼足重要的就是讲即个妈妈甲我讲过2遍，伊讲即个囡仔若毋是因为信耶稣来死去灵魂得救，佮互伊安尼体验着跩信仰伊无法度接受。为虾米呢？伊讲我若毋是信耶稣，戴文胜死我若毋是死，就是会起笑，这正常的啦。伊讲足侪人的即个反应拢会想安尼，但是我信耶稣，知影讲文胜已经得救，伊搁到相约在天国因为安尼我即马足欢喜过日，我的生活习惯拢改变。我即马足认真的就是祈祷，为着阮厝的人祈祷，教会有工课我嘛会去做，我安尼真欢喜，你快乐过日，为着就是讲有一个盼望，讲信耶稣先而受洗，必然得救，以后搁会当呢甲文胜伫天国见面。是，所以我甲即个安尼遮好的消息伫咱空中甲咱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希望你来当得到耶稣的恩典，来当得到喜乐。现在，咱做来向天顶的真神来祈祷，奉主耶稣性命祈祷，慈悲怜悯阿爸爸啊！以你做神的，迄个国是有福气的。你所竞选做家己产业的百姓，迄个百姓是有福气的。你对天顶观看，看见一切的世间人，你察看地上一切大的世间人。你是造阮众人心的神。留心因一切作为的，你的眼目看顾敬畏你的人，甲仰望你挚爱的人，要救阮的性命，脱离永远地狱的死亡，要使阮更新丰盛的性命，要帮助阮做阮的盾牌，要切去阮一切的目屎，无搁再有死亡、悲哀、哭泣、痛痛，因为一切代志。拢靠主你的保护得救赎，拢更新咯。这拢是真实可信的。主啊，这拢是你亲自刀正肉身来到这个世间，特别借着十字架的苦刑，为阮的罪担当苦楚，流出你的保护，又借着死，并且对死来复活，败坏迄个将死权、撒旦、魔鬼的作为。互阮平心成做天父的后生查某囝，行好承受永生。主啊，阮感谢你，借着阿菊姐啊，成做你仆人的喙，来分享你救赎真实的恩典互阮。求你继续保守阮身心的圣洁，互阮伫你再临审判所有世间人的时阵，会当做伙伫你永远荣耀的天堂内面。也求你亲自感动，既那谦卑，仰望你挚爱的人，同享你的救恩。哈利路亚，阿门。
城镇之间，在这各式各样的旅客，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脸，路途上有人上车，有人下车，有人一路风顺，也有人满路波折，有人愁容满面，也有人总是快乐。但是耶稣要在这世上给你不一样的新生命，平静安稳，心灵满足，在他永远的国度。